大家好，我係李家樂梁生啊。今日同大家嚟到 YOHO Mall 樓上嘅 YOHO Midtown 睇一個507尺實用面積嘅兩房單位，請入嚟睇下。呢個單位係緊廚設計，非常市正，洗碗有個窗，洗碗都開心啲。客廳係長方形，露台非常之闊落，可以望到 YOHO Town 同埋雞地一帶。呢度就係細房啦。細房唔止係一個方形，係一個長方形嚟嘅，係好深㗎，所以其實咧係非常之實用。呢度就係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咧衣櫃位係非常之深，可以做到個大衣櫃。同埋咧，主人房可以望到屋苑嘅泳池，非常之清楚。其實細房同露台都可以睇到嘅，但係主人房睇得再靚啲。浴室保養得非常好，係浴缸設計。如果你對 YOHO Midtown 有興趣，歡迎聯絡。